一手新例殺到，推盤有難度。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喺今個月29號實施啦，而今年第二季有3000個新盤推出啦，啲發展商對一手新例極度緊張啊！無他嘅，售樓書要寫清楚啲詳情，面積亦都用實用面積去計算，呢個新例梗係令賣樓難度升級啦。長實今年都唔少盤會推出，我哋 WhatsApp 咗老趙有咩計，佢就回我哋話等緊賣樓同意書會跟新例喎。新例連市場一手貨尾單位都要跟噶，所以啲售樓書喺新例後要再印過啊，印刷費都事少啊。最主要係製作費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我哋一定要揾律師啊、則師佢哋全部核對噶嘛，呢啲律師費、則師費全部都係要計噶啦，製作費啦。因為最主要係資料要好準確啊嘛，咁一定要揾專業嘅人士嚟幫我哋對咯。新例亦要求發展商喺樓盤開售前最少7日派樓書，所以發展商會喺本月22號前將舊宣傳單張銷毀，喺23號就發新盤資訊，做唔做到就另一回事啦。因為要賣都賣新盤先啦，貨尾就慢慢嚟咯。連地產代理都話新例之下唔敢估計來季新盤銷量會否達標啊，更有市場預期一手市場會呈真空狀態添啊。